是不是？我们的文法快上文了吧？今天很简单，今天2个都可以很简单啊。好，我们就先念礼诵文书礼赞了。那么当公布讲没人了，恰切路看给路主对面真正人的那么大，而且今年这个人继续支持的年纪，托个两帮人看到这边正常马人们都动员起事为。著作关了普及大自然了，主角杨天松，主打切着年末年龙来给加州这在进。马里没在东安牛屋，今年就在这南。对呢，他进社区他是元旦律所也是土语过。就差就打就你现在大陆明星江北养老的。我马上把咱那今天去了为谁去大陆的木明白รับเส้น嘎当电锯雄鹿多吧罗志宝贝那我这都是27个今天我们那个课确实比较简单的，而是我们要上的是否定藏文里面的否定词。那否定词一般有4个，这里有嘛、咪、min、me、각자、de、마미、미미、각자 de。所以在这个记述里面呢，각자就是否定嘛，각자是否定。否定词有4个，这边的的就是声音嘛，声音，gak就是否定，就是也是一般是 gak 吧，gak 吧就是通常是 gak 吧就是反驳，gak 吧有反驳的含义，同意跟不同意嘛，不同意就是有点也是你直接讲否定，那也是反驳嘛，你同意你不同意，你不认同，所以你就会说什么不赞成，什么加一个否。那总而言之呢，就有藏文里面有4个，前面加一个嘛，或者是咪，或者min，或者是me那通常是呢，虽然有这4个否定词，但是怎么加满密通吗？满密通吗？咪密足。满密通吗？咪密足。所以4个字里面否定的嘛跟咪是要加在前面。你要否定的时候，满足是不是？我要走就是走嘛。你说走就是走，对不对？行，那满足要加在前面，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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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要做马切，切就是做嘛，对不对？那马切就是同样马切，
满足马气马萨，对不对？不要吃马萨。满足满足满足马，我感觉满足，满足，其实一样，满足马气啊。这个你应该是有个马有个啊的声音会啊，连音词的连音词满足，马气马气马萨，对不对？凡是个动词，有一个动词前面加一个嘛，就是否定嘛，不要或者是抿住米气，否定嘛，刚刚是嘛，那把它变成抿住，米气，对，意思一样，抿住是抿住，或者满足是有时候是抿住米气不做，在讲那个抿住要去，我不去，抿住，那有时候是不要走，满住，就会用到满住，那大致上没有，意思差不多，意思是不，就是否定嘛，在这个动词前面就这样那抿住。这个抿跟咩是加在后面，是吧？抿咩，比方说卓玛，那你不去，那如果是这个否定词，这个抿加在后面的主个抿，是不是？主个抿，你要否定词加在后面嘛，我不去，所以就主个抿，我们口语会多主个抿，如果是你文法的话是对了吗？那这个是不是文法嘛？这是一个口语，有没有主个抿？主个抿。那你要文法的话，主一抿，对不对？牙就一，主一抿。属格，还一，那这个不算什么文法，那你就直接讲主个抿。所以否定是在后面，主个抿。起个抿，起个抿。那如果是在这个且否定在后面的话，那就是起个抿，不做嘛，否定在后面加同样那个没，主个没，我没在走的意思嘛，主个没起个没，我没在做。后面那个没，对吧？所以现在要记住的是，否定词有4个，前面2个马跟咪。这个咪，其实实际上我们直接去不是否定的话，马就是妈妈的嘛，对不对？妈妈，咪就是人，对不对？那现在呢，把它当成否定词，搞这。那min me就是否定。然后加在后面 많이 바르게 세진 랑스那 많이 바르게 세진 랑 많이 바르게 세진 라 많이 바르게 세진 라说这个嘛也是一个否定，但是它否定加在中间，不是在后，不是在否定词嘛一中，它是可以加在中间。前面是我们否定4个，它可以加在前面，然后是后面。那这个嘛呢，也可以加在一个中间，就是我们可以说是扛马恰，既不是学又不是语，就不是语的这种的状态，那就是扛马恰了，就是拉马鲁。我们通常藏文里面是拉姆鲁的意思，拉就是羊，山羊，鲁就是羊嘛。那我们会讲拉姆鲁就是
既不是羊，既不是山羊的。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你这个，比如 get 什么路，如果是在声音上面来讲 get 什么路，那你讲的那个是，比如说一个讲中文，然后中文里面掺杂英文的话，那你也不是，你这个语言呢就变成了什么路，就是不你要讲中文就全部讲中文，你要讲英文全部讲英文嘛。或是你这个穿着是既不是洋装又不是那个中式的，对啊，那就是什么路。这个我们在下面会有这个比喻。好，否定嘛，就是中文的话是不后置为后置物嘛，中文里面否定词。马九个名也是不没有非啊，然后否定动词就否定副词，否定动词。名也就是指的不是非或者不，没呢就是没有或者无或者不。中文去理解的时候，那既然是有4个否定词，那我们就看造句比较清楚嘛，对。만민이 원도 juk吧。对，我没有念成不，你们都念成了不，不错。만민이不，원도 juk吧。尼布是指的是前面这两个，这两个呢是运用在前面，对对。就像我这边讲的马大马爹爹有马日马大马爹爹有马日就是颠木马大，不要看电影嘛，颠木马大马大就是不要看，马爹就是没看店面或者马爹，我们这边是要否定词在前面嘛，所以马爹没看爹有店面马爹，一般否定词后面店面，我们现在是有否定有加在前面，所以说马爹。那他有看了吗？那你要叙述他没看呢，爹有马爹，他没看但是这个时候你不会讲扩马爹是这个句子，不太有人会这么说。这个时候你叙述第3个人称，然后他有没有看，所以你就是当的他没看，你就说爹有马爹。马的是不要看嘛，不要看的话，就是正在看的时候，你叫这个人不要看，那个也是，就是正在有人在看，那你就说不要看，就是你就直接说马的马爹是可以讲成过去式了。你看店面我没有看呐，没看，你有没有看？我没看。爹有马日是叙述第3个人称，他有没有看你要解释他有看还是没看的时候，用这个句子爹有马日。马爹你爹没，那我们现在是否定是妈妈，我们现在要造句的否定是妈。你要是我没有看你爹没，通常是会用你爹没，那个否定是在后面。那我们现在教的，我们现在譬喻是否定在前面，那你也要用的是阿玛达或者马爹阿玛爹，这个比较少人说阿玛达，我不看阿玛达否定再如果同样一个动词马旭不要说嘛，马旭
马旭，马谢，马谢，谢有马的，谢有马的，马旭，马旭也是一种不要说嘛，就是一个命令，一种叫他不要讲什么什么，所以说马旭，马谢也是一种马谢或者说你有说吗？我没说，马谢。那否定后面的话，谢有马的，你谢面是吧？谢面通常是谢面，谢有谢面谢面，那马谢，因为我们现在的否定都是在前面的那个嘛，所以马谢，谢有马的第三人称也是谢有，他有没有说？没说，谢有马的，这个是否定在这里。同样的，这边的都是动词嘛，动词前面加一个否定词，它就是没做这件事，没做。马萨，马塞，塞马松，塞马松，马萨，马塞，塞马松。这里对，这里漏了一个否定，马萨就不吃嘛，这边漏了一个不，不吃。吃了吗？是没吃就马塞，或者塞面嘛，第三人呢，他有吃了吗？没吃，塞马松是吧？塞马松。空卡拉塞松耶，空卡拉塞，他吃了吗？空他嘛，对，空卡拉塞松耶，塞马松，卡拉塞马松，对，如果敬语的话，就是卡拉不是卡拉就写了嘛，因为这里啥就也没有用，没有用敬语嘛，如果是用敬语的话，去马松，切是动词，也是马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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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马松，切马松，切马松，马切，马切，不要，有问题吗？否定还比较简单吧？那什么否定啊？切马松他做了吗？他没帮我，他没有帮我，怎么说？帮是肉吧嘛？肉吧，那怎么说？肉吧我已经讲了，肉吧。肉吧切马松，对，肉吧切马松。快拿肉吧切，他没有帮我，快，你就是快他没有成，快就是他没有帮我，快拿了肉吧切马松，或者你不讲我快肉吧切马松，他没有帮。就是没有帮谁，没有讲，快萝卜切嘛说他没有帮，他没有帮他呢，还是他没有帮我？这个没有清楚。这快萝卜切嘛说，快拿了萝卜切嘛说，那就是对。同样的马跟命运的主吧，刚刚是马对不对？那现在是咪。同样我们句子用的是动词，我都用这一不，因为你们不混淆，所以这两个是用词一样。米的，大个敏度，大个敏度，带敏度，带敏度，米的就不看嘛。大个敏度，没在看。带敏度，你是先看了吗？你听他问了大一遍，空给问了大带读给，他事先看了吗？空给问了带读给，带敏度我没有看，带敏度，是第三人称的用法，对不对？讲的时候第三带读给，带敏度，
代读给就看了嘛，对不对？没有看代敏度。第二个，刚才那个中间那个是用 day， 为什么这次这个用大给敏度？大给敏度。为什么不用 day 给敏度？因为刚才那个句子是马大，那个他用马 day，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咪的时候不能用那个 day 给敏度？马大 day。你说这个？对，他为什么不用 day 给敏度？你前面那个吗？这个吗？为什么不能用带给敏度吗？用 day 给敏度，因为只是第一个就是大，然后后面两个都是用 day 嘛。那下面那个咪的时候，为什么是只有最后一个用 day？你会说这个？带给敏度不会这么说的时候就不会说带给敏度那个带嘛。带给不会这么说，带给敏度，带给敏度。回复的时候带呗，带面，带一个是带嘛，一个是大。这里不会回复说带给敏度，不会这么说。带给敏度。再说马代，就是其实也是可以用在过去嘛。这个代马代没看，我没看那这边是带给敏度正在，他有没有看？你看去看看他有没有看。带给敏度他没在看呢，那是在讲的正在时态带给敏度他没在看带给敏度他带给敏度有没有偷看？有没有在作弊？来，米谢，谢个敏度，谢个敏度，谢敏度，谢敏度。那这个谢个敏度是正在，他正在没讲的，没在说，就是在问的是谢个敏度是在叙述正在的进行式。米萨，啥个敏度？啥个敏度？谁敏度？谁敏度？米气，七个敏度，切敏度，这是个还可以吧？否定它用法是差不多然后是明第三个，对不对？第三个否定，第三否定也是，只是它加在后面嘛。前面是加在前面，动词前面，现在是加在后面，所以得个名得个引变。有人家问得个引变，你就可以回复说得个名，对不对？我得个名，我不看。可能得个引变，你看吗？我得个名，我不看。可能写个引变，你要说吗？可能写个引变。我不说，写个名否定在后面嘛。起个名，让中起个引变，要写作业吗？让中起个引变，起个名不做作业，起个名，西米肉没？西本身是死嘛，往生就是西我西米就是就西米就是
没有死的意思。西明，然后是若明，它如果是若的实体，若是实体，这里的若是实体哦，然后是你死的话就变成尸体了嘛，对不对？因为没死不是尸体，所以若明就是它又不是尸体嘛，所以又没死，所以它就有点像半死不活的状态，所以西明若明。西米若明是可以说形容一个人他的病的状态，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是在吵架被人揍了，揍到半死不活，也可以说西米若明是。有时候人家会气的时候，我把你揉成什么，就是半死不活的这种。要是你西米若明就说过，我把你揍成半死不活，我西米若明说西米若明又说没有死，但是又不能说没有死，它又不是尸体，就是这是一个藏文里面的一个西米若明是有平常的一个俗语，都会用得到，用在这个西米若明有车祸，状况怎么样？哇，很糟糕，你们中文会用半死不活吗？就是意思这个半死是吗？所以这个西米若明的意思是这样。那西是往若就是实体，哈密之谜，哈密之谜，他就是仙嘛，神仙呐、又不是神仙这就是这个鬼神，鬼又不是神，又不是鬼，非神非鬼的，哈密之谜。他不是人，哈密之谜，这个人有点像，就是非神非鬼的这种哈密之谜。就是形容，有时候是形容哈密之谜，他又不是有些会降到人的身上啊，他就不能说是鬼，又不是说神，也没人拜他，是不能说神的。负面的，大部分反面证明是负面，大部分是会反面证明是的，像阿修罗，其实阿修罗本身是神，天人嘛，因为他是天人，但是他的行为举止完全不像天，所以就是藏文里面就是啊什么他阿修罗藏文是怎么说的呢？飞天啊，米切哈切，我突然忘记了，糟糕，哈密哈玛伊，就是哈满音吧嘛，哈满音吧，否定有个嘛，哈满音，这里是嘛，哈满音不是神，但是他确实是神的，但是他的行为举止完全不像神，所以把它命名为哈玛伊。其实他是属于天里面，但他行为举止不是天，就是哈玛伊那有的就是有人的行为举止是怪怪的时候，就会用这个拉面之面。这个人有点像拉面之面。装神弄鬼可以啊，就是
装神弄鬼，就是他有时候是不是神，又不是啊？还是精神有问题？不是不是，他们里面，这有的是他的行为举止怪怪的啊，这种生病的人，不会不会，生病的人不会用他们里面。人家装模作样，哦哦思觉失调，哦啊，思觉失调，知觉失调是什么意思？你不是有一种会被附身的那一种吗？嗯，鸡同对啊，有就是附身在人身上，他又不能说是他是鬼，我们不能说他也是鬼，又不能说他是神，像就是搞不清楚的，或者是他的行为举止怪怪的，用这种形容词来去说，他们这边啊啊，思觉失调的有些也是行为举止怪怪的，就是他精神状态不是很那种，可以这样形容这个。精神怪怪，他就是本身有精神有那个，这个不用，嗯。老师，你可以举一个例子讲这个非神非鬼一个句子的描述，就是用在一个句子这样子，怎么讲？就是这个非，就是这个他的意思搞不清楚，这是一个形容词，非神非鬼是一个形容词，是一个形容词，对，所以它是形容装神弄鬼这样子，就你刚刚讲那个行为举止怪怪的，这是一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什么被附身这样。不解释不是，就是有些被附身呐、附在人身上呢、附在人身上，他会讲一些，有时候他讲起来是有点是准但是他也不是神，有时候是附在人身上会有啊，实际上有很多，像你们有点像鸡桶的，那但是你们鸡桶里面也会有的会拜吗？会拜吗？鸡的不会拜鸡同，不会吧？但是有他的神明啊，他有他的神明，看啊，那你们认为鸡桶啊，他道教鸡桶他站在他身里，那个是他是神还是鬼啊？神啊，他是神吗？他们来讲是神啊，他们来讲是神啊。是神吗？可是没有，我们不会把它看成也有人会去从阴曹地府请那些鬼上那所以他是属于什么？非神非鬼。非神非鬼，你就可以用这样非神非鬼啊。你是不确定吗？那你是说非神非鬼啊？亚面前面，就是你不能说他是神，你也不能否定说他是鬼，那你就用他们怎么样？亚面前面，亚面前面，亚面前面，就是既不是单又不是双的，亚面前面，就是比如说有人家拿一个筷子，但是一个长一个有点短，它的形状跟这个颜色都一致的，但是你是不是一对呢？又不是，那就是既不是双，又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两面前面。你拿这种干嘛？要不然拿一个不同的，要不然拿一个一对的，又不是说一对，又不是说单向的，两面前面。有些会去买杯子啊，那好看到一个杯子，但是这两个杯子又不是一对的，对，不是一对一组，但是不去好好看的话，它是看起来是像我们这是形容两面前面，这种话你常用吗？会啊，在生活上会用这些话是在生活上面会很多会，他们怎么对这个人有点像他们怎么非神非鬼的，两面前面，买东西买这种东西干嘛？两面前面，买这个东西干嘛？他就讲两面前面。嗯，意思这样，你
就是又不是双，又不是单呐、又没成对，又不是单一，又不是说单的话，又不是有点像，说完全像吗？又不是，所以两边前面，否定你们要先知道的否定啊，牙就是单嘛，阳明就是不是单，上面就是不是双，阳明前面，有时候穿错鞋子的时候会穿到阳明前面，小朋友，大人也会袜子穿不好，所以会穿错。杀对明白，杀对明白，我是明白，我是明白。杀对就是其实杀对是创新，杀吧是新嘛，杀对是创新，那明白就是不是非创新嘛。我是明白，我是就是正规的、正式的我是，那这不是正规，不是正式的，这我是明白。场地明白，场地明白，场地明白，场地就是正义，那后面加一个否定，非正义。场地点吧，有时候点吧，我会说场部，场部就是真实，就是扎堆明白，捏堆，扎堆明白，捏堆，扎堆是原则，扎堆是原则，那明就是否定嘛，不是原则的，非原则，捏堆是问题，捏堆，所以扎堆明白，扎堆明白捏堆就是非原则问题，扎堆明白捏堆，否定，第四个没，是不是？第四个否定没，也是用在最后面嘛，动词后面，店面，苦就出就没吧，苦就出就没吧，苦就出就没吧，可是你们知道吧？可就是听，是不是？可是或者说你们可是就是听懂了吗？对不对？可，错就是什么呢？错了，我们平常说错了，是不是受？错啊，苦就出就没吧，苦就是我们是如果是口语的话，可呀错呀没有嘛，可呀错呀没有，那这边是用书面语，苦就出就没有吧。你这个，比方说苦就出就。你讲的这个话完全没有什么完全没什么道理你说的这个完全没什么道理，那我们可以用藏文苦就说就明多，没什么你的那个没什么意思，你们会这么说吗？你讲的完全没有什么没什么意义。这个会用到苦就说就明多你这个内容你写的那个内容完全没什么意义，苦就说就明多，苦就说就没有吧，苦就说就明多后者呢可以用在很久long time no see， 就是很久没有见嘛，那你突然见到好去哪里了？苦就说就明多，就是完全没有打听。对，完全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也没有感觉到你是最近在存不存在的，所以会用苦就说就明多。或者说有人打听一个人，问你他某某某某是，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如果你完全也不知道，没有他的消息，你就回复苦就说就明多。
苦就抽就敏度，就是说你也意思是说苦就抽就敏度，那苦就抽就没吧？这是我们否定用的是没吧嘛，对不对？苦就抽就没吧。那个回复的时候呢，苦就抽就敏度，苦就抽就敏度就是完全没有收，我也是意思是我也完全没有收到他的讯息，我也不知道他是现在在干什么。苦就抽就没有，苦就抽就敏度，因为苦是听到的嘛，了解。抽就是受，那个是感受的那个受，这里是否定是没吧，对不对？我们用的是没，但是这个苦就抽就没吧，我们通常经常也会用得到这个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句子，苦就抽就没有。在人家讲一件意思，讲一件议题或者话题的时候，你就反驳他，你这个是完全没什么意思，你苦就抽就没有，也可以这么说。这有2个含义器皿，没去，对不对？什么就成就没有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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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就是想嘛，念就是钱，什么就成就没有吧？什么就成就没有吧？所以什么就成就没有，就是想也想不到，我完全想不到什么，我想不起，你会不会怎么说什么就成就敏度，什么就成就没有，就是不想不念，但这是你们不会这么说，不想不念吧？不会，对不对？那什么就成就没有，就是有时候就是一片空白，对，想不起来的时候就会用什么就成就没有，完全想不起来，什么就成就没有，脑子空空的，脑子一片空白，就是什么就成就没有，什么就成就没有，什么就成就没有吧。那有时候是骂小孩的时候，妈妈再怎么对这个小孩，父母对他怎么好，他都没有想到父母的好，他还是不听，他都做反，就是不知情了。什么就成就没点，就是什么就成就就是对他好，他也不知道，不了解对他好的是，对他坏，他也不会那么去记恨，对他好，他也不会那么有那个感受。像这种人就什么就成就没有，你可以用这个句子，什么就成就没有，没什么就成就嘛的，但是我刚刚用了2个意思，就是空荡荡的，你就用在空荡荡的上。先记住这个什么都想不起的时候，什么就成就没有。什么就成就敏度那这边是什么就成就没有吧？什么就成就没有？可以，什么就成就敏度？对记不记得吗？你们上个礼拜学的部分，你们还想起吗？你们说什么就成就敏度？这完全意思完全想不起这句话。什么就成就敏度？什么就成就敏度？你们就用 map， 通常我们经常会用 map 嘛。什么就成就敏度？什么就成就敏度，什么就成就？
3.2민도. 낙자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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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工具嘛，对，사리 통리 매봐, 사리 통리 매봐, 사리 통리 매봐, 啥就是吃嘛，痛就是喝嘛。那我们这边发现饮食不续，你们会听得懂饮食不济？饮食不济是什么意思？啊？那犯错了，对不起，那这个要犯错了。饮食不是，啥的同志没有，就是说我跟他的关系啊比较远，就是我们有吃吃喝喝的关系，没有我跟他的来往没有这种的。啥的就是你和我就是有时候是一起去吃饭，有时候一起喝东西，这是有啥的同志嘛。就是有时候你请客，有时候我请客啊，一起吃，交情好，这边是交情不好，啥的同志没有，我跟他没有什么这种的关系，对，即实际上没有来往，就是其实上没有这个关系了，没有跟他吃喝的这个关系。那确实不是这样。对，这个。对，啊，今天教着好多文化的意涵，对，真的会比较难，很多文化性的东西。因为用了否定的话，我也在找否。又不想不念的。这些句子其实文化背景的。啊，啥的同志没有啊，我跟他完全没有。你要用这个啊，就是没什么交情。对，没什么交情。啥的同志没有，我跟他没有这个关系。因为句子简单嘛，你们学过，啥也很简，通也是学过。那个日就是对，你跟他有关系好到啥的同志约，对，同志约，对呀，这个是常用得到的一个句子啊。啊。对。啊。会变酒肉朋友啊，因为完全关系不好的话，连这个都不会有嘛，就是连哈，那这个翻译是要改的，我们这个应该中文的话是没有来往，没有交情。就直接翻成没有交情就比较适当嘛，就没有交情，特没吧，没特没吧，那这边的否定是这个没吧，这个没吧，后面那个没特没吧，就是说不能没有嘛，不能没有，没特没，加拉丁没特没，就是这个东西。不能没有，没特没吧，可以吗？没特没吧。那这边주석창사没吧，주석창사没吧。주就是抓的意思嘛，呛就是去摸，呛吧，呛。那也不能也捉，也不能碰嘛，这个什么意思呢？没有证据。주석창사没有，就是抓不到一个，对，意思也没有抓到，也没摸到啊。但是意思是说，完全没有证据啊。他怎么？주석창사没有头绪，什么意思？没有头绪。重合什么？没有头绪是比较像那个没有线索的。对啊，就是没有线索。这没有线索的，주석창사没多。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线
没有线索，没有证据。就是强势面度。对，不过还蛮有趣的，蛮有趣的。蛮有深度的。不能碰也不能摸，我们通常想说这个东西非常珍贵，摸不可以碰，我们会这样想。也可以啊，也可以。如果正面的话，这个也不能碰，这也不能摸，就是像是要摸的。好像是说有些人摸一下，哇，不会，有些人会，碰不得，也不或者人也是啊。有些人有小孩就是有些小孩就不能别人碰啊，一把他碰和摸他就会哇哇叫啊。这个小孩不能，你不能碰他啊，就是像这样嘛，他就会哇哇叫。那也可以这方面用。那这是实际上的一个跟他有关的嘛，主色强势。那我们刚刚讲的没有证据的，它是就是在义理上面的，对。对。因为这些句子的词语你们都比较简单，你们都知道啊。那凑起来的时候，它是另外一个句。主色强势没有，主色强势没有吧？这些词汇你们会几句的话，6出了啊。他不错，他会偶尔会漏一手，像这样的句子，你们真的。认真没吧？认真没吧？就是不分日夜嘛，您是白天嘛，餐就是晚上嘛，认真没吧？就是不分日夜了啊。认真没吧？2个词，不分日夜工作。这比较简单，对不对？但是否定嘛，写句早就没有，写句早就没有吧？写就是说嘛，早就是结束啊。所以写句早就没有，就是我们口语是写呀早呀没有，对不对？写呀早就是没完没了的，没完没了就是写句早就是这个是写句早就。这可以说是一个直接来理解的写作句，一个人啊，他一说起来就是没有，就是一不停讲不停的人，可以形容是写句早就没有。有时候呢，形容在负面上，其实这个也是负面嘛，对，讲不停，但是只是一个形容对他的那个讲话的一个方式，他的一个个性。那一个呢，写句早就没有，你不要碰这个，你不要碰这个问题，或者你不要碰这件事，你碰了这件事就会没完没了的。你们也有不是吗？麻烦，写字句还是不要碰这个，你万一碰了就会漏到这个写字句，写句早就没有。别人就会一直在论背你后面会就说，一直到现在会没完没了的在背你后面说，你踩雷了，是不是？这有这话是不是？这个是对，就是有这个意思，你不要踩到，你万一踩到了就会有这个写字早就没有。这是否定啊，没有吧？写就字是很简单的，写就早就没有，没有交情。中间要教这个，我们最后不可吧？满以八度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马是放在中间，否定什么州就是半农半牧民的，
有些家庭是他也有田地他也是牧民，所以我们就说萨摩族。族就是族巴就是牧民，萨就是有形色有田地的，所以形色那就是变成了萨摩族。拉摩鲁，我刚刚讲的对，拉摩鲁就是饲养飞扬的，这有点这个呢不伦不义，类似的类，类别的类，这个吗？对，后面最后一个字。这个变成类吗？改成类，什么意思？不伦不类就是饲养飞扬啊？那这个写错了是不是？对，之前我们没有讲不伦不义，我们讲不伦不义啊你们会这么说的？不伦不义，不伦不类，不伦不类是什么意思？就是饲养飞扬。是吗？类型的类吗？原来是骂人的话。对，骂人的，就比较对，这也是负面的，藏文也是负面的。像你这个就是穿着打扮不伦不类，就是拉摩路。对，觉得饲养飞扬比较好听。是吗？饲养飞扬。那中间是否定啊？我们现在是扛马恰了讲马婆是半藏半汉的，讲马婆混血的半藏半汉直接写混血混血，对啊，汉跟藏，混血不一定是汉藏混血。对。但是半藏半汉只能说汉人跟藏人这样。对，讲话你讲话的话，我用这个拉摩鲁，不会说是你讲话的，那个是用这个拉摩鲁，给拉摩鲁，给拉摩鲁，讲话也会用这个，用中文又藏文的话，就叫做 gay。给拉摩鲁，对，给拉摩鲁，亚麻树康玛恰了，康玛就是半雪半雨的，就是它既不是雪，既不是雪的康玛恰，所以有冰雹也不会说康玛恰，日么的，就是非山非平原的，日就是山嘛，的就是有点像是那个平原小山洲的话，丘陵日么的，冲么就，就是这边冲么就是这个是在字形上面呢，那是冲就是半草半那个丘就是草，不是丘是草，那个栗这个栗嘛，栗就是醋，所以冲么丘就是字体上面了，半草半栗这草立体的字形，冲么丘。对，好的，好，就是藏文有很多的字形嘛。有楷书、草书、隶书都有嘛。对。它这种草立体是好的吗？草立体是好的，像我们刚刚说，这边是满洲，对不对？那我们这是由头尾的，那从来就是不会写这个字。没头尾的，我们没头尾的麻是麻，然后妈这是麻，然后着，现在学
满洲是会，它是立体。这个也不是脑子这样，我自己写成半立半。这个是这边是马，然后是这里是满洲，这是立满洲立体。它变成了半草半立呢，我们就会把这个满洲半草半立，这个是一个正规的。那如果是半草半立呢，我就会把那个马呢，就会写成这样，就变成了半草半立。草书对对，里面的草书的。这个叫做半草半立。对对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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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会写的比较快了，这个是会。所以那个我们刚刚讲，还就是其实这个，我们小时候我们是没有教过这个，我们是教这个。对，我们小时候是教的这个，这个完全没有教。这个是在看字的时候就看到，我们写的时候就都学这个下面那个。学这个就会看这个吗？对，对。胃脏的部分，大部分写的时候用这个草书跟。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完全不会写这个，你看，所以我写这些是字不好嘛。我们刚刚讲到了半草半立，对。那西勒摩西，我们刚刚西勒摩西就是半死不活，刚刚学过嘛，对。西勒摩西卓图布勒莫图，卓图布勒莫图，卓图布勒莫图。卓图就是能走嘛，摩图就是不能走啊。所以说思行非行说能走也不行，也不行也还是会还是可以走几步。这是卓图勒莫图。有些人的身体就是病况嘛，因病疾他可以行走吗？就是好像不行啊，他可能现在是思行非行，你们中文也不会大用思行非行，他就是现在不良什么？不良于行，走路不方便嘛，就走路不方便是吧？不良于行。吉勒么吉，吉勒么吉，吉就是快乐嘛，么吉就是不快乐，所以吉勒么吉呢就是不乐不苦。吉勒么吉，吉勒么吉，吉不读给吉勒么吉，就是也不是快乐，也不是不乐的这种状态。吉勒么吉，那中间那个嘛，先了嘛西，先了嘛西，就是似懂非懂的这种。先了嘛西，装作有些会，好像懂的，看又不懂，就是先了嘛西不要做这种事情。先了嘛西马气，先了嘛西马气，先了嘛西马气，马气就不做嘛，不要做这种。对对对对对，不懂装懂的，先了嘛西。那这边的否定都是在中间用在中间嘛，对不对？好，我们这个就先休息，这个教完了，这个否定的这个是个我们下课也是比较晚，是不是？刚刚好，我们就第28课了，27个。有第28课。
我们把今天第28课也很简单，教完了就下个礼拜三可能我是晚上，因为礼拜四我们在玄奘大学有那个研讨会嘛，我怕我们礼拜三晚上要过去，所以你们可以的话礼拜二晚上挪到，因为最后一堂把那个文法全部上完嘛，就后面那个只没有什么。实际上今天晚上到这里是就算是大致上的文法已经结束了，那后面的有几句就是让你们知道它的寄送要解说一下让你们了解。后面那个是有些寄送有些文法里面后面那些都没有写，但是我们寄送里面有嘛，寄送里面有，所以下周二，那你们下周二的课，你们的讨论，你们下周二不是有那个我们是礼拜一7点到8点讨论。礼拜二也有嘛？我们礼拜社类学礼拜一8点。改了嘛？那我们礼拜二晚上。要来这儿是吗？下周6点半15号。对，15号嘛，对，15号晚上，礼拜二晚上。对吧14吧， 14开始，14号晚上14号晚上嘛，下周嘛，下周二晚上，就是调课就对了。对，那我们礼拜四要调吗？也要，礼拜四也是调到礼拜二中，到时候我们会公布。所以一个下午到晚上。这样我们这个学期的课那就告一段落了。那么下个学期再上其他的。不会，这个是几个礼拜而已，这个两三个礼拜而已。周过年就过了。你们过年就比较27号你可以来啊。布置佛堂啊，准备春节。OK。那这边的是，你看28课嘛，28课呢是在讲的是打这些吧，打这就是指人后事物的名词变后这个缀嘛，后缀是知道吗？你们中文是后缀是什么意思？后面加了这个字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像我们例句来看就比较，比方说나로 유메 빠파마，나로 유메 빠파마，就是나로就是我们的我们刚开始学藏文的时候有元音嘛，元音有4个，对不对？这个나로就是元音里面其中一个嘛，这个符号是나로，对不对？有这个符号后没有这个符号的，有这个约是有，对不对？后是没有这个符号的，就是有3个爸帕妈，对不对？这里呢爸帕妈没有这个符号，对不对？那加这个符号的话，破，对，一个是变成了爸，没有这个符号变成了不，对不对？那一个是怕就变成了破一个是妈变成了么，对不对？所以总共6个嘛，总共6个，是不是？没有元音的，有元音的，一个是爸怕妈，3个3个，哪了？有6个嘛，总共变成6个啊，这个理解吧？打不打就这
有元音跟没有元音的，总共有6个字。加这个6个字被写在字后面的词后面的时候，变成一个指人，或者是打鬼打，就变成了一个主人了，作者爸，对对啊，行吧，行吧，不是沙巴，行吧。对，七八波啊，对，类似七八波，对，七八波就是作者嘛，行吧就是农民嘛，行不是沙巴，但是也有沙巴是新的，但那不是作者嘛，沙巴有个巴，对不对？沙巴啊，那这边所讲的是一个它是一个指人的名称，后置虽然不是指人，但是这边讲的名字后缀的，打不打是指人的既然有这3个，那怎么去拼呢？卡塔那就是后加字啊，后加字卡塔那帕玛萨6个，再加上塔扎再后加字7个，这后面加个巴是要加在这个后面，然后巴后面是帕，对不对？后加字拉拉他们没有后加字的，这几个后面呢要加指人的什么？就加哇，了解吗？就是先记住一下可以，不是慢慢你们去看嘛。先是记住一下，就是它的拼法，就是有加哇的后加字，看哪几个后加字后面可以加哇，哪几个后加字后面加个巴这是在技术里面讲的。拉与后加字呢，若是单词呢加个哇，就是单词是有一个，比如说比方说这里提到了单词哇，比方说拉萨嘛，对不对？拉萨，如果是这2个是拉萨，对不对？拉萨，你要把这个地方的人，那你就加一个哇，拉萨瓦，就拉萨人，拉萨瓦你不能这里可以加巴吗？不要加巴，不会说拉萨巴，不可能，因为这边是没有后加字，对不对？我们刚刚这个我是拉，还有他们就是没有后加字的，要加这个哇，是吧？拉萨瓦，而且打着雅久单词就变也是哇，这3个是单嘛，不是双，单数，3个是单数嘛，2个是双数，所以但我们可以加行，我们刚刚讲到农民嘛，对不对？行，我们讲到了行是田，是实际上这边的后面要加哇嘛，行哇，安东人都会讲行哇，大部分安东人他们认为这是要哇后面是加哇，因为是计数嘛，对不对？行哇，他们也会念行哇。那这边打这也有哇，变成了单数的时候加哇，对不对？这里变成单数加哇，然后掐了把你就，如果是双的话就要加八，那不用，你可以不用写哇，你就写行吧。我们通常都会说行吧，不会说行哇。这跟双跟就是平常怎么
世俗里面，在民间里面，哪个比较顺？那是双数的时候，你就不用按照它的文法。双数的时候呢，可以直接说行吧，这个不能说不对啊。他说恰了把你叫我来嘛。如果是双词的话呢，恰了把你叫我来是。如果是双的话呢，这个是两个字是双嘛，对不对？所以像这种状况呢，可以加把，不用加我，不用按照那个文法，了解吗？啊，明天爸爸拍起，明天爸爸拍起，明天爸爸拍起的呀，明天爸爸拍起的，明天爸爸拍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是我，对不对？爬，这个我们现在前面讲的是我的这个用法，单数跟双数怎么用，对不对？那是在这个除了这个我以外，还有一个把跟，这里应该不是我，这里我写错了，这是怕，因为漏了这个，还有这个怕嘛。明天爸怕啊，明天爸拍见，我好像是没有错。明天爸拍见，它就除了这个我以外，这个爸也是同样跟这个用法是一样。在双数的时候呢，明天爸爸拍见的非指人的啊。明天爸爸，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假如有个爸跟我，这次爸怕就是指人嘛，指人的时候就可以，比方说拉萨我是，你不能用拉萨爸，就是拉萨我，这是指人。那像这个的话，虽然有这个爸，它不是指人，它只是一个名词，对不对？田地行吧？对不起，他也是指人呐，我忘记，我说错了。行吧也是农民嘛，他也是指人，就是即便不是人，也是照样这样去运用单字跟双字我们看下面的寄送的那个例句比较清楚。Money里面夾蛋叫这边的嘛。这边有个嘛，对不对？嘛里面它就是没有固定的，你是任用，前面的都要看后加字才来去拼嘛。那八跟八明打这边八，这边是怕吗还是爬？我是不是写错了？打这有没有八怕吗？你们的那个，八打这有没有？哪里有没有打不打的对啊，不是怕是爬嘛，我写错了，对不起，这个抱歉。怎么顺你不问？这是爬。抱歉啊，这里没有爬，刚刚是怕嘛，我这个改一下，这个刚刚，这里对，爬，打的哪里有没有？这边，把爬，这里是爬，要写成爬，不是爬。这个不是爬，要写成第三个爬，这个这样就顺了，这样就是这个你们要改一下，你们自己有印的话，这个打的哪都有没有爬马的，不是爬啊。打不快你们就
嗯不是，那个改成 PDF 才不会跑掉。哦，我 是用微软的就可以，我没有，我们俩都是 Mac。那我再改了之后再发一次。哎，我这样才说得通啊！打着有我的啊，查了半夜，明天八爬，这里说爬嘛，对不对？明天八爬撇清，这马的一米跟咱加的，这个马呢是它没有，不需要按照后加字来拼啊，它是不固定的，就是你任用马。题名除了这个八爬马波波波六以外呢，还有指人的有个 can 尖点，这个 can 就是它也可以代表人物，尖也是代表人物，这边点也是代表人物，比如说先天就是学者，谢就是了解嘛，知道，那加一个先天就变成一个，他是一个人，所以除了这个爸爬妈以外呢，还有这几个 can 啊、尖啊，就是起 can 做这个事情的人会用起 can 嘛，起 can 就是也是代表人，所以除了爸爸妈妈以外，还有这个 can 尖点都可以代表人。打着恰饮是打着恰着饮是 task， 打着提名 can 尖点说明打着恰着饮是说，所以这三个 can 尖点虽然不是正规的这个所谓的指人的名称，但是也是类似据称是指人的名词，这个 can 尖点这三个那我们看造句比较容易后加字卡后面加一个吧就走吧，又不是后加字卡后面加吧走吧，就是农民后加字他后面加一个吧就是哪吧，病人嘛，病人对不对？后加字那后面加一个吧面吧就是医生，都是指人对不对那后加字爬后面加一个吧顾测吧就是代表嘛，这顾测吧代表的人代表人物顾测吧顾测吧马后加字后面叫索南巴就是农民，也是农民是行吧跟一样行吧跟行吧一样索南巴是行吧加一个吧，所以后加字杀后面加一个吧开吧，我们刚刚讲到除了吧爬马以外呢，还有对不对？叫开吧就是不就是后加字这个是另外呀，后加字杀后面加一个吧开吧是智者，后加字没有就是再后加字他炸后面加一个吧就是真吧再后加字是不是这个真吧就是犯人，所以看就是按照它的后加字这个后加字后面加一个我就是葱蛙应该是爸爸，因为这里有我嘛对这个葱蛙这个要改一个葱蛙，这两个对了，其实这里加一个我也可以葱蛙葱吧这个按照文法来的话应该是葱蛙，
但是我们平常大部分是胃脏的人会找葱吧，因为它是双向嘛，那就可以写葱吧。依照文法的话，这是葱哇，这里写哇，葱哇，因为后加字是啊，对不对？所以这应该是哇，这里是哇，葱哇。但是葱吧是对的，没有错。所以两个都可以，而且它是双数嘛，双不能说双数，就是双词嘛，两个字，不是单词，两个音啊，双音。好，从这马上就改从后加字啊，后面加一个哇，变成染到啊，就是协助者嘛，协助者。后加字然后面加一个哇，卡尔巴，就是舞蹈者，卡尔巴。后加字拉后面加一个哇，雨吧，农民，雨吧。他没吧，就是没有后加字的，再加一个哇的，他扫啊，刚刚我讲没有后加字，对不对？可以加哇，他扫啊，就是他是这个地方的人啊。刀啊，骑士恰了本意着里就是加上后缀成偶数的，恰就是偶数。偶数的话可以加，本来是醒哇，但是你可以，我们通常是醒吧，因为是偶数，醒吧，依照文法来讲是醒哇，这边是哇，但是比较通常我们都会念醒吧，但是对醒吧，可以啊。可以啊，大巴，其实可以念大巴，因为我这边是哇嘛，这边哇是大哇，没错，其实可以念大巴，那它是偶数。马宁里面个的，我们讲到说这个马，我们就没有什么特定，不用看后加字，所以罗马。就是学生嘛，这是一个指人是吧？学奴嘛，年轻人，干嘛，爱人，缺嘛，宗教徒，缺就是一般是法嘛，kim zi嘛，kim zi就是持。Kim 就是家持家的人就主妇Kim 字嘛，枪就是酒嘛，女酒醋酒醋小姐是吧？对，卖酒的人就是枪嘛。对啊。对，枪嘛是就是一般是卖酒的女生，我们枪嘛，对，没错，给信嘛，对，刚刚我们爬马，除了这些以外，这不能说破啊。破对不对？这是不是破？有哪若跟没有哪若是新天，也就是变成也是人了，木匠嘛，新天咋天。有这个天的时候变成人了，泥工，做歇天，讲者，
讲者，所以这个后面就有加个 can 的话，都变成是人。日不间，不只是 can， 还有间嘛，日不间，日不间就是贤者。拉细间，拉细间，艺术人，就是手艺人，对不起，拉细就是手艺。那有手艺的人就是拉细间是切记间，切记间，切记本身就是有功劳的。那有功劳的人就是切记间，有功臣吗？可以说吗？功臣，古书里面是功臣吗？那你们现在怎么说？没功劳也有苦劳嘛，只是但是切记是功劳，不是切记间。落颠是智者。这个我们现在用的看到 can 间点都是在讲人落颠先颠学者嘛，谢就是其实了解，但是变成学者。中颠就是富者嘛，就是富裕人家，所以加一个点。所以除了这个爸爸妈表示人之外呢，还有个 can 间点也是表示人，所以 can 间点。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也可以称为男性跟女性的变成打折给予打成这个表示阴阳的性别尊不就是比丘嘛，沙苗尊不这是比丘尼还是索不这个是蒙古人松木就是蒙古的妇女，松木。对，三句型对面是，是卡木嘛，还有是母鸡，卡木，对不对？卡木卡坡，母鸡是卡木卡尔巴本身是舞者，这也是三句型。卡尔木，舞女也是代表人嘛，这边用了哪都有那个对，宠物朋友嘛，宠物女性的朋友所以老师我们讲左波，之前讲左波论也是就是朋友，没有男生女生，就是朋友里面有女生，但是现在这边的左波就一定是男生，还是说他就是朋友不？丑部的，我们一般的是男性不会讲，我们会丑部，男生的。那我们讲说朋友呢，就是没有这样子的朋友。我们如果是朋友，你的朋友是女生，你就会说丑目。所以没有男生没有女生，就是像三句型这样子。丑不，你就就是不管就他这个他是我的朋友，那假如我们讲说他是我的朋友，我们讲说走波的话，就一定是男的这样子。一般我们通常是会讲丑不是男的，丑目是女的。那这个时候一般是男的，但是不清楚说，那你再去问你这个丑部是男的还是丑部仆的。如果是直接讲这个的话，那就是很清楚嘛，对。所以丑波有可能是就是但是但是大致上我们男生之间的朋友会讲丑部还有打着的明天开吧。我们现在是虽然有爸波摩或是爸波妈摩，对不对？一个是指人，一个是即便是有爸或者是有摩，
不等于指人啊。所以说指人跟名词啊，这个索巴工人嘛，一定是指人。那这边康巴有巴，它不是人啊，康巴是房子嘛，即便有巴，你不能说它是指人啊。说是洛巴波是读者嘛，读者，但是是人对不对？但是这边有塞布，你刚刚讲到嘛，塞布，有波巴拿的波，但是它不等于是有指人，这是清楚嘛，塞布，所以不代表它是指人。没有清楚的人就是清，塞布就是清楚，这是名词，这是指人。抢嘛是指人嘛，大茶主就是做茶的人，煮茶的人，对，煮茶的人。抢嘛，大厨啊，煮茶的人，那个者也错了，不要吵架，我严厉好严厉。对，煮茶啊。中文网没有这样讲吧？你们中文会怎么说？中文怎么会？中文是煮茶的人是煮茶的人啊，煮茶的人，你们就是煮茶的人。代茶人，四茶人，是吧？是茶，这里只是主要让你们记住的是，就是有跟四茶人是煮茶的人吗？哦，那这是茶嘛是煮茶的人。OK， 这样你们记住的就是一个是指的人，一个是一般的名词，这个要有区分。内幕就是女房东，女房东，不会是我内部很少人内幕，是吗？房东，那内部，那你就写内部吧，内部。不是藏人，是家里的管都是女人在家，外面的都是男生在管啊。你不就说这个女房东是指她是在家里面做主的啊？我是内幕就是租房子，以前我们也不一定是去交租金的，以前我们是我们这里过夜啊，行不行？借个房子让你住啊，屋主了啊。可以说女屋主内幕。阿木就是甜的嘛，即便是有木，它是甜的，都不是主人不是代表主人啊。什么就是污垢嘛？即便有嘛，它不是指人啊，也不是指女人啊，这是名词，跟名词跟指人的区别就要知道了吧？不要说有个巴跟波是变成一个指人作者，不是，这是名词上面也有很多这用法。那这个区分就是代表主人跟就是区别人后事物的名词的后缀。只知道你们先了解一下这个爸婆，婆母爸妈，加一个元音的话，婆母，这是主人这主人。那有个间，有个 can， 对不对？还有个点，这些也可以有时代表就是主人
人代表人差不多这样。那前面的它最主要是这个跟偶数跟单数的部分，需不需要？如果是偶数的话，不需要依据这个文法，就像个枪嘛，或者是醒吧，就是其实际上要讲醒哇，因为后加字是后面要加哇，醒哇。但是因为是偶数，就是比较容易念，人家也都会说醒吧，在卫藏里面都会说醒吧，不会说醒哇，所以就顺着就说醒吧，就不是错也是对的。这个区别单数跟好，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就是依照你们慢慢去看嘛。我们是文法，对于文法有兴趣的话，你们就寒假里面也前面的这些复习嘛。那我们下个礼拜就最后后面那个寄送，其实实际上的那个 sumjuba 是大致上到这里的用法是差不多了。那后面那个再寄送，下周再解说。那我们这个文法 sumjuba 呢？对，下周还有一个下周。下周那个后面那个寄送讲解之后呢，就我们松juba教文了，不然你们可能这个文法上面觉得会不会很硬？绝不会。好，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C 杠减嘛。这里有个妈妈，这个减嘛是我们刚刚讲的里面是属于什么名词嘛？对不对？名词，没错。大概심지에 탐지라 니시 노부 렐학베 전조 주베 삼바이 다도 제바 전바쇼 강도 수당 로베 체 다니 군의 메다시 셴라 삼바 타바이 초도 제바 전바쇼 조랑군도 랑규라 도진 녀무 게마타 다시 무루 제베나 젠도 돈에 도버쇼 랑싱에 베 심제니 딕동 차베 뇌통제 린진 대당 체바신 니바 가웨 진진쇼 달라 생기 차도키 시고 라소 미리베 총가랑게 렘바 제가 셴라 비워쇼 칸라다기 편다베 저와치와 강시 신도 미리 뇌체나 신이 담버다워쇼 도낭외당 유바이 편디 만남 군라베 마이 뇌당 동해군 사회 달라 렘버쇼 대다 군장 추계기 도베 팀에 마바시 최근 주말 시베 시민 청와 레주쇼 나서 터제나 나머서 아니 심잔난고 둔다지만